今这平安，咱要进入礼拜进前，有15分的时间，咱先来预备你的手机、电脑、电视，准备好，上好是看大荧幕的电视还是电脑。搁你咧参与直播礼拜时，你的房间、你的厝诶，拢爱准备好，有敬拜的气氛。重要就是你圣经、圣诗爱准备，然后有奉献地，准备奉献给上帝。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啊！伫聚会的大心，阮是来锻炼今仔日的3条诗歌。不过我来第3条，大家嘛真熟，我来锻炼前2条就好。来，第一首，第一条，第一首是173首，上帝只是临在。阮先来看歌词，第一集，先看第1、2、3、4、5，第5行，迄是看界，啊，过来看第5集，sorry，第3集，最后一集。第2行是我心焦头焦，毋是这哦焦转的迄个焦。好，我为头来。来，上帝只是临在，大家当心敬拜，伫主面前。心何塞？第2段，上帝的心变爱，大家定睛礼拜，心肝全已经天何塞？副歌，都已经被上帝心靠主。第2站，上帝永远存在，大金大石河海，万
世万族巍巍敬拜，回头，现在现在现在，应允祷告天涯，天使进度军阵何塞，好副歌，困求主阿罗听。愿所因比微下，没有了一尊名，困求万后关头，我心焦头，只可信主必等到，亲像心塞皎皎，看你灿烂荣耀，好愿学了祷告北道，心志到永远，望君的主领导，愿你心会最头。好，咱来看第二首是288首。我嘛先来看歌词。我看第四行伊是暗暝基清，跟孙基清。来看过来看第20。第二节，下一页，奢华第二行，我真奢华奢华。好，我来为第一节开始。第一节。听叹情根多安包围着，求你刷我，愿你一生你开情很感恩，求你刷我，夫妻脚步，通行并他路途，无受真惊，赞赞传传无好。第二站，我真为嘛叫你的大几人来引刷我，自尊经选不爱受主管下，打着带我真奢华，虽有兵偏有霜，骄傲的心，互我强逼滚我。来第三站，永远关联的脚甲我就好，阮当带我经过风暴，啊是行山高，阮当带我光明显现，心多天西沙连，边有情人知我相好万年。好，我今日的团练到这，我来唱回情诗。若我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会对你拜礼我的祈祷，望你应我美丽的心田，
心天天，我们对你的心天天拜你，我们对你的心天天拜你。而这因为疫情3级的限制，咱未当实体礼拜，而这只有伫厝里参加直播礼拜。望真紧会当解封，咱就通伫教会三组织、三见面敬拜上帝。这时，请有备心，咱要用神。用真实来敬拜。恁着俄罗耶和华，对天顶俄罗耶和华，伫悬的所在俄罗伊，伊的正使者啊，恁着俄罗伊，伊的正天君啊，恁着俄罗伊，日甲月啊，恁着俄罗伊，发光的天神啊，恁拢着俄罗伊，天顶的天甲天以上的水啊。恁拢着俄罗伊，来吟圣诗173首，上帝即时临在。上帝即时临在，大家当心敬拜，伫主面前献上福祭。上帝伫圣殿内，大家点睛礼拜，心肝全意。敬天跪拜，多义真地上帝，心可主面挂碍，俄罗伊到万代，上帝永远存在，大轻大善和蔼。万事万族微微敬拜，圣哉圣哉圣哉，烟雾透高天涯，天塞圣道君敬福塞，困叫做阿乐听，万岁。
音比你声，要学了你尊名，困求万福源头，撑起我心焦头，只可成尊自必长老，亲像声塞照照，看你灿烂荣耀，好望学了头到白头，成一个高永远，难困的主临高，愿你生活最好。阿门。信仰告别，用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阮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米的主。阮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一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圣女玛利亚出世真做人，伫本州彼拉多任来受苦，为着咱定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高活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阮是享受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当受敬拜，当受荣光，伊捌通先知讲话。阮是一个圣公堂使徒的教会，阮告别一个会得赦罪的洗礼。阮期望死人过活，来世的活命。阿门。参甲来启用，伫启文36篇。启文36篇，心内丧香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承接土地；要喙打欣牧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怜悯；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看见上帝；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作上帝的囝；为着伊捌受困毒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为着我，人家勒骂恁、困毒恁、诽谤恁万项的歹，恁就有福气。要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里的报酬是大。因为恁以前的先知人，人也安尼困着因。三甲来祈祷，感谢主，阮搁一摆来敬拜你，来亲近你。主就要亲近阮。主啊，我来亲近你。在这段疫情的期间，伫厝里有一时间想念你，亲像大笔所讲的，就是我倒伫眠床纪念你，
伫暝间逐天笑念你。主啊，我来亲近你，我的心切切羡慕你，切切追求你，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嘴唇要学落你。主讲，恁爱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求你清洗阮，互阮圣洁，因为主你是圣洁的。阮知阮的过失，罪常常伫阮面前，求你除去阮的歹，洗清阮的罪。求你为阮做清气的心，互阮伫你内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互阮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伫这段疫情的期间，阮特别感受世事变化多端，超出人的想法。人心有计无，也难掌握。但是，搁较大的风险，阮也无着惊，因为主伫天顶设立你的宝座，你的权柄管辖万项有，所以特别求主统管台湾的疫情，当在减轻中的疫情。经过指挥中心甲专家的治理，互病毒甲疫情远远离开阮。感谢主，经过2个月的3级控制效果，要进入未解封的阶段，求主坚固保护，互台湾各行各业进入正常运作，恢复兴旺的情景。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煞接学了小诗班要学了的诗歌是敬拜伊。兄弟，专心专意，好来天地的悲。我专心地交给拜兄弟，而来也要高万岁。我专心地拜伊，我要下去敬拜伊，我的。专心敬拜伊，伊名特地尊重，我要专心专意合乐伊。我专心地交给拜兄弟。专心专意，好来天地的悲。我专心地交给拜兄弟，而来也要高万岁。我专心敬拜伊，我要下去敬拜伊，我为何来一多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特地尊重，我要专心专意合乐伊。我专心敬拜伊，我要下去敬拜伊，我为何来一多尊名？
我在人间拜伊，伊了天地尊崇，我要全心全意好乐意，我要全心全意好乐意。来恭读上帝的话，雅各书第3章13节到18节，13节到18节。恁中间之最有智慧见识的啊，就着用智慧的温柔，对好的品行来显明伊的所行。恁心内若藏恶毒的怨妒甲三尖，就无得夸口，无得白贼来逆真理。这个智慧毋是对顶面来的，是属伫罪、属伫血气、属鬼的款。因为伫什么所在有怨妒甲三尖，就伫遐有扰乱甲一切的歹事。独独对顶面的智慧，一是清洁，要的是和平、温柔、好商量，有怜悯甲好的价值满满，无偏袒，无假好。各义的规矩是在伫和平，互行和平的人来种。以上。现在，我心天生来尊重，我心现在对你眼光，只剩我的主。讲道。本堂的牧师李牧师，伊要甲咱分享是属天的智慧。今日兄弟大家平安，咱搁一届三甲暗头来祈祷，至圣救主全能上帝助力这时真实临在，互阮大家同心来敬拜，互阮用着心灵真实来服侍。享受主你的同在，请去互阮的心得到看见主你阳光的面，互阮即时领受你的话，由你赏赐阮属天的玛纳，生命灵魂的美牛。愿咱的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用一2分钟，来回想，互咱回想，咱顶礼拜讲到这个敬虔表现伫言语甲行为的顶面。敬虔的人，伊的言语甲行为，迄小可有一点回音，小声一点。咱今日要讲的题目是属天的智慧。就是讲属天的智慧是对上帝来的智慧。伊的对照就是属世界，属世界就是对人、对世界的这个智慧，毋是对上帝、对天来的智慧。会互咱今日主要要分析，也互咱明白这2项有倒位无共款。咱顶回有讲到，一个人如果讲伊敬虔，但是无法度控制伊的嘴唇，伊的敬虔就是空空。若有人呢，伊伫侪项，咱正人拢伫侪项跋倒，但是如果有人讲话，竟然无跋倒，会当控制家己的嘴，讲该讲的话，无讲不应该讲的话，就做完全的人。这个人的敬虔就是真的嘛，会当约束伊通身躯。
用到这两个，一个是马甲姜，一个是这个船的台，这个台就是这个舵，这个船这么大只，但是会当去到伊应该去的所在，就是去到这个人生的方向，袂走唔着方向，这是喙唇，这么对咱来讲，非常的要紧。总是呢，有时咱讲话，咱理想是爱讲好听的话，造就人款面的话，但是无法度好尽，就是咱有缘是讲伤害人，也是无好听，这个垃圾话啦，垃圾话、歹嘴，这种咱家己嘛有产生一种矛盾，一种的困扰。讲奇怪，我若有时讲这种好的，有时佫讲无好的，到底是毋是我倒位出了问题？毋知咱佫会记得无？阮伫这个《爱的真谛》内底，常常会用这个诗，就是一个诗人所写，叫做 Amy 所写，讲若，如果一个汹涌来的刺激，互我无说字说讲出，话一个讲出，这个互人少痛苦受伤，刺插着别人，也是显出咱的这个无耐心、无疼心的时，安尼咱可能也无明白什么是十字架主耶稣会听。伊用一个譬如就是，如果一杯水内底拢是甜的、清奇的，无论你怎样汹涌出一个问题，伊所摇出来、喷出来、钻出来迄个水嘛，无应该是苦的。这是非常高的标准，一般咱常常做袂到。所以无说爱咱毋免伤过头紧张，因为咱家己就是安尼。喙舌是咱生命真实的反应，咱心内有无好、有误会，咱就爱去面对，因为咱是上帝手中的工作。但是要注意上帝手中的工作，爱搁加上上帝手中还未完成的工作，就是开始做但是还未完成，开始做还未完成，咱是一个半成品。咱的受造，人的受创造是非常的荣耀有上帝形象，但是上时咱嘛对了，咱嘛犯罪，失了这个上帝好的形状。但是呢，咱搁对死，互主耶稣安那救赎起来，互主耶稣救赎起来，搁归属上帝。圣神嘛带伫咱内底做工，这就是一个真奇妙的一个，互咱生命一个循环，一个体会讲创造。但是人对了了后呢，有救赎了后，咱就爱换新圣神伫咱内底做工。咱如果无常常保持着这个好的意志无时刻去注意讲，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也有足侪问题。我若是无互圣神引带我的心，指导我的心，互我掠基督耶稣的心做心。咱无安尼做的时，真容易，咱开始讲的话，咱开始在处理代志的做法，就搁倒转去咱迄个原本属伫世界的智慧。迄个智慧其实无通称作是智慧，甲上帝智慧、真的智慧、属天的智慧、真理比较起来，迄是属伫人性、血气，也是。自然人，这叫做自然人咱是天然，咱本来就是照咱的罪性，就是会犯错，就是会失败，迄叫做属地的智慧。一个是天，一个是地，一个是永远的价值，一个无永远的价值。咱个对安尼，咱就接落来到第3章13节，请咱做伙来拍开圣经，伫新约265面。
新约圣经265面，雅各书第3章13节，我来读。恁中间一位有智慧见识，就着用智慧的温柔，对好的品行来显明伊的所行。这种意思哦，咱伫雅各书有讲到，这个听心你就爱去行，也讲到信心也着行。最后听道理也着行智慧，就是这个道理，拢爱有所行动。所以这个智慧，伊讲着用智慧来行，这个智慧嘛，甲见识有关，甲你的这个增广见闻有关，你的智慧你唔通拢孤陋寡闻，拢不食人间烟火，嘛甲你的应答，这个温柔，你内在迄个品格嘛有关系，咱等者一点一点来讲。所以智慧唔是用嘴讲，唔是家己感觉有智慧，颠倒智慧是一个行动，智慧是一个行动的表现。同款是这则圣经，这则圣经是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翻译，伊翻做恁中间什么人有智慧，有聪明，就是爱用一个充满着谦卑甲智慧的好行为，来表现伫你的生活中。唔那是伫生活中，是伫迄个有美好见证的生活中，安尼这个人就是真正的智慧。所以雅各书伊强调真实用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听心爱行动，信心嘛爱甲行为平平正行，才会当得到成全。同款智慧嘛，毋是伫头脑家己想那尔，智慧是爱有这个行动，对你的行动，别人看出讲这是一个智慧的人，有一个美好的生活。咱拢知影圣经内底有一个最有智慧的人，但是如果是照这个智慧的行动来讲，到底伊是有智慧还是无智慧？迄个人叫做所罗门，所罗门王。咱知影伊的故事对无？伊做以色列的国王，接伊的老爸大卫的位。迄个时阵，伊就一开始伊非常敬畏，所以伊讲敬畏就是智慧的开端。伊敬畏上帝，伊伫迷茫的中间讲，甲上帝祈祷讲，上帝，问所罗门讲，你要啥物？做你开喙，看是地位、名声、财富、荣华，全部拢互你。伊无求这，伊讲我要求智慧。所以所罗门有一个真好的开始。上帝也赏赐伊的确有迄个真好的智慧，所以有一天，有两个妇人人就来找伊，这两个妇人人就发生啥物代志咧？就是因困做伙，可能因先生两个翁拢无伫个出外去做工，还是去做兵，唔知影。然后呢，这两个妇人人困做伙，两个人拢生一个婴仔，一定是共这个性别是查甫，应该是两个拢查甫婴仔，两个囝，嘛你差不多拢几个月啊尔，有一天透早起来的时阵，其中一个妇人人就无说离去缀着这个婴仔，煞死去，甲这个婴仔第四个老母，伊就摕这个死的甲迄个活的囡仔交换，结果迄个另外一个老母起来是发现讲，我的囝哪会死去？但是伊详细看，毋是双生啊，一定是小可有无共款。伊讲，你哪会摕你的囝换我的囝？这个妇人人伊就无承认讲，无啦，这个是我的，你也无啥物证据讲这个是你的，迄过去，之前
千万年，那也无即个 DNA 的鉴定，对无？要安怎分别？啊，所以两个就伫遐弯到最后来找国王。啊，所罗门王就讲，哦，嘛实在无法度，要安怎判？哦，判后即个伊讲毋是，即个讲是伊的，迄个讲是伊的。所罗门王就讲，好，既然安尼，伊就吩咐讲，好，安尼来，亚倒来，甲即个婴仔破做两边，一人一半，安尼足公平，拢无两个拢足公平。伫即个时阵呢，其中迄个毋是亲生的毋是亲生，毋是真正讲的迄个老母，伊就讲好啊，安尼对，安尼较公平，我也无偏，伊也无输，两个拢平平，就安尼你看伊。一个已经反乌去啊，囡仔已经死的，一个讲即个死的婴仔是伊的，一个讲迄个我的婴仔是我的，两个伫遐，拢无相让。直到即个所罗门讲好啦，破做两边啦，拢卖吵，拢卖弯，的时阵，迄个真正老母伊就放弃，就讲王啊！我毋对啦，即个囡仔是伊的啦，毋是我的，是伊的啦，是伊的啦。迄个死去的囡仔是我的，袂要紧啦。迄个死去是归我，啊，即个我的归伊啦。安尼呢？有智慧的各位兄弟，你就知影到底倒一个人是，倒一个妇人人是即个婴仔的老母，就是迄个毋甘甲囡仔破做两边的迄个迄个是伊的老母，伊甘愿讲，只要即个囡仔会活，迄个死的互我袂要紧，即个活的互伊归伊，所以所罗门对即个来讲，伊是非常有智慧，伊也写箴言，写足济，即个伊就甲王讲，即个囡仔是伊的，判互伊袂要紧，我甘愿放弃，只要囡仔活了就好。但是呢，咱看到这个所罗门王伊有智慧互别人，但是伊无智慧互家己。怎样讲？这个箴言伊写足济，伊写讲爱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拢是对心肝底来发出。所以你的心爱保守而好，毋通互你的心受引诱、受迷惑，被人怪去，特别是这个女主外邦的女主怪去。但是咱看到伫历代志上卷，当大必王死，所罗门王做国王的时阵，伊到年老的时阵，伊除了伊的某其实迄个某就是雅歌内底迄个苏珊的迄个黑雀秀美迄个女主，但是呢，伊个爱足侪外邦的女主，嘛有摩押，嘛有亚门、以东，所以这个拢是上帝已经清楚甲以色列人讲，你唔通甲因来往，因为因一定会欺骗恁、迷惑恁，引诱恁，甲恁拐去敬拜因的上帝，但是所罗门王。伊却拄则讲爱保守心嘛，但是所罗门伊就无保守伊家己的心，伊的心就贪心，伊的心就贪恋，讲恋爱，嘛有真侪无书讲，即个人哪有巧，伊娶700个某，阁有300个即个妾，所以你哪有可能拢讨每一个某的欢喜？所以，伫遮圣经就写讲，当伊年老的时啦，伊的心毋若去缀遮个外邦女主，伊的心嘛缀着别个神，无亲像伊的老爸完全顺全安尼，即个敬畏上帝。所以所罗门伊讲有智慧吗？伊有智慧互别人，但是伊无智慧互家己。也是伊亲像咱顶礼拜讲的法利赛人共我能说不能行，伊知影这是对，但是伊却无法度保守伊家己的心，这叫做年老的时阵晚节不保。
哦，甚至所罗门讲，你若是看真言，你就感觉讲，伊那所讲的，甲伊所做的，真正是讲一套做一套。伊真言伊讲，爱运动爱疼惜你的某，哦，疼惜你年轻的时阵所带的某，但是伊竟然拢无安尼做，哦，一个换过一个，哦，一个毋是讲换一直带，一直带，一直带，哦，700个岳母，哦啊300个小三，哦，所以圣经讲。你爱受搁较大的审判，哦，因为你明明知影有智慧教导别人，但是你却无照你所教示的去行。哦，伫这段圣经就讲，无学习伊的老爸，伊无学着伊的爸爸大必王是合上帝心意的人。伊无对心底诚诚实实顺服耶和华上帝，所以所罗门就圣经就下一个结论就是啥物？行歹事。哦，所罗门得到智慧，哦，对上帝也得到智慧，足巧，足有智慧，会晓判断别人，但是呢，却无迄个智慧来保守伊家己。哦，所以。我认为这个智慧，所罗门的智慧，哦，伊滥用上帝给伊的恩典。上帝给你这么好的智慧，但是呢，伊知影家己做唔对的时阵，伊无亲像伊的爸爸大卫安那，诗篇51篇就悔改，就谦卑，就认罪求上帝赦免，伊拢无悔改，偏行家己的路，哦，所以圣经对这个爸仔囝。完全无共款的，最后的这个历史评价、盖棺论定，一个是合上帝心意的人，啊，一个是行歹事，哦，行歹事、行恶事的所罗门，行上帝眼中看做歹的事。亲爱兄弟姊妹，咱其实都有圣经呢，哦，圣经所讲的，咱如果明明知影。表过会去还，也是无法度。功课己身，叫身服我。吼，安尼咱今日来好好听尾啊所讲，要怎样来保守吼咱的心。吼，所以第一个问题，今日有2个问题尔。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咱的心是毋是也被这个迷惑，被受到引诱？有啥物代志是你无法度控制好你家己，把持不住的？哦，除了喙舌，除了肉体的需要，是毋是阁有其他哦？会互你陷落伫迄个罪圈的内底？我要怎样才会当赢过即个试探？哦，我要怎样才会当学着大别迄款合上帝心意、顺全敬畏上帝、疼上帝、非常疼上帝的迄个心，无偏行家己的路，无往迄个歹路。哦，求主帮助咱，救咱脱离迄个歹，也无搁停留伫迄个试探中。哦，所以真言讲，真力啦，爱足出力的，哦，毋是随随便便，因为咱的心，你若无出力保守，哦，无我靠圣神的气力，你的心就会比迄个歹较赢，会比迄个。罪恶中的享受较赢，哦，所以讲切，吼，咱顶礼拜也有讲，所罗门伊做唔对，但是伊讲的话如果是对，咱犹原爱努力即个方向，吼，所以咱唔通讲所罗门就做无好，吼，所以伊的话拢无价值，嘛毋是，哦，伊伫经验内底所讲的，嘛是对咱是一种真好的提醒，哦，伊阁用伊的性命讲，哦，敢若知影无够，爱靠信心，哦，切。就出力，吼来保守，伊一生的果效对这个发出。我也捌分享过，搁一摆讲，这个中文译本伊的翻译，吼，毋是保守心，是讲你的所思所想爱谨慎，因为生命是对思想来定型。你的头脑如果拢咧想歹，安尼你有可能就容易进入到迄个试探中间。我看到这张图，就感觉有迄个意思。
就是咱的头脑在处理咱的这个讯息资讯，哦，敢若电脑的 CPU。但是呢，伊好讲头脑好参像是你心灵的一个网，哦，一个滤网、过滤网。当这个无好的信息、负面的信息，也是做歹信息、无好的思想入来的时阵，你唔通互伊一直停留伫你的脑，那无就亲像这个冷气机，也是空气清净机共款，拢掉足侪垃圾。拢掉足侪垃圾。哦，当然，咱如果只有互伊停留伫头脑，还阁算是慢性，吼，就是讲至少阁伫头脑内底。但是你头脑内底，迄个歹积愈侪时阵，有可能有一天你无说，你就你的心内就枵枵，就讲无来试看卖咧。哦，这个歹就一直伫遐拉叮当，互你的心，哦，敢若在钓鱼啊，咱有讲过，吼，这个罪。就亲像要钓鱼啊，魔鬼的迄个毒钩，就想要互你的心枵枵，然后就有一天去做。就算无做吼，你若是互迄个无好的思想一直停留伫头脑内底，有可能，讲你若是拢思想无清气，吼，有可能你暗时的面貌嘛无清气。因为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拢在想空想芳，想一寡歹的代志，想一寡也是讲色情的代志，尾啊，你做面梦的时候，遐个物件就入来到你的，好讲损害你的心灵。迄毋是只有头脑那样，伊就变做你的潜意识，变做你的有的人看迄奇奇怪怪的影片，结果伊会错乱，讲到底即马是。在拍电动，也是现实的生活，伊有时分袂清楚，损害、损伤伊的心灵。所以这是咱一个生命真要紧的功课。个书阁继续讲，恁中间有智慧见识，这个甲温柔有关系，就爱伫生活中来行，14节。恁心内若藏这无好的物件，万道三尖，属世界智慧有一个明显的特质，就是属世界就是要追求赢过别人，追求这个其实内底是真侪掺杂着真侪错误的道理啦，白贼啦。血气啦，属魔鬼啦，所以属世界的这个智慧，咱如果无细腻去分别的时阵，这唔是真正的智慧，是真正是对人的遗传来。你若是无家己有这个判断的能力，无去读圣经对照讲真理，甲人的道理，甲歪理，你就会被这个错误的智慧你搁了做是真有知识。我举一个例，一两个例，比如讲，咱拢常常听到，一句话讲，人不为己，一句要加什么？天诛地灭，多谢有人回应，这句话敢对？但是大家拢讲，就是安尼啊，大家拢安尼讲啊，这是属世界智慧敢对？人若无为家己，别人拢，你就无法度伫这个社会来生存，你一定爱为家己，鼓励人自私。搁一句话讲，人定胜天，人敢一定胜天？这就是人本主义啦。我就是万物之灵，我就是，所以真侪这个属血气的智慧，唔是真正的智慧。咱看到真侪消息，我特别最近上有感的，就是很多传来的那个影片啊，或者是他的赖的这个贴图，他都说什么第一。即摆追求第一的，唔是财富哦，唔是追求财富。你讲第一要紧的是啥物？健康。大家足侪基督徒讲对。健康就是本，无健康就脑损，啥物拢无。健康上要紧，健康才会当去游山玩水，才会当唔免
开钱去看病，才毋免住病院，逐工快快乐乐。但是你看这物件内底，上帝伫倒位？信用伫倒位？哦，上帝都去哪了？你的圣经、你的真理都去哪？你就甲你读讲，你渐渐，伊会甲人洗脑，你敢知影？伊就洗脑甲你讲，你就好啊，追求即个世俗的事就好啊。无论是财富还是健康，迄拢是即个世间有一天会过去，敢毋是？你若是掠种，哦对，大家拢安尼认同，甚至伫教会、伫基督徒安尼认同的时阵，人就渐渐失去了迄个追求永远哇，追求永恒价值的迄个更较悬的迄个理念，哦，更较悬的迄个道德标准，更较悬的迄个理想。你就甲上帝放袂记啊！你袂去想讲，我人生如果健康，是要侍奉上帝，是要服侍人，还是我健康是要去游山玩水，我要旅游，我要报复性出游。这就是讲，这个俗世界智慧上大的一个问题，也通讲是做就是。无需要插上帝啊！上帝怎样想，在伊想，上帝计划是啥，跟我无关系。我有我的人生要过，我有我的快乐要追求，一切拢是自我最中心。所以咱来学一个英文字，这个叫做 flesh， 这个就是肉体，啊，若讲较粗鲁的叫做肉体啦，就是肉，flesh 就是肉，啊，人就是肉做的嘛。我就是食色性也嘛，巴肚枵我就是要食，啊荷尔蒙来我就是有冲动，这就叫做 flesh。啊，你看伊，把这个 H 摕掉，我特别用无共款的性，会变做啥物？就是变做自我啦。你把倒变，把 H 摕掉 ，flesh 变成 SELF， 就是你万项事拢想着家己。俗世界智慧就是因为是迄去，所以一切以我做中心，我的利益做大先，别人的囝死袂了，所以才会怨妒、三争、分平，才会斗争，甚至世界无和平。咱这礼拜看到一个足悲惨的、足互人足艰苦心的代志，就是海地的总统，叫人凌辱。目睭捂出来，然后拍死，竟然就发生伫因家己的国家，然后才匪徒佫走到台湾的这个大使馆来伫遐密。海地其实甲咱是邦交国呢，伊是捌来过台湾，咱蔡总统嘛去遐停留4点钟，咱是互相有在往来的国家，但是因为这个这个政治的斗争来。这个内战、内乱等等，就就按即马在调查，就是发生这种代志。这是对倒位来，就是对迄去，甚至内底有魔鬼、撒旦的计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唔通陷落伫这个了乱、怨妒、三争的这个歹事内底。我说最后要讲的是。智慧，爱讲智慧。头前是讲这个属地智慧，按即马讲属天的智慧，应该怎样来帮助咱，提供咱一个正面的思考。时间的关系，我只有讲经头前几个讲。第一个讲，一个人是毋是有智慧，对于生命的品格来判断，就是这个规矩，8项规矩，毋是圣灵9果，而且讲着8项清洁。和平、温柔、好善良，有怜悯，好的规矩满满，无偏私，无假好，无不虚伪啦，就对这个生命的品格流露出我是这款的人，咱做伙来学习。第一个清洁，英文叫做 pure， 就是水，就是水，100%纯水，无掺杂迄个无好的动机。当咱在互人建议、互人智慧，咱在做一件代志，咱在讲一句话的时阵，咱常常有时动机无单纯，
好的动机、无好的动机掺杂做伙，吼，所以咱这个动机，我发现讲真有意思，咱去检查咱的内心，去想看觅到底咱做一寡代志的迄个出发点、目的，是毋是迄个原动力啊？吼，是自私，吼，是不应该，是上帝所无欢喜，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这礼拜吼，我有读一本册，吼，这甲人借的册啊，吼，无阵甲人借的册，借的册啊，我讲爱紧来行，我紧来看，啊，看了感觉真有意思吼。这本册叫做《比特雅勇气》，伊内底有主张一个代志，吼，伊在讲阿德勒心理学，我有看了这本册，伊讲吼，即卖的学校家长拢用赏罚教育，其实伊感觉伊认为这是唔对的。为什么？因为赏罚教育本身，伊就互人培养，吼，自细汉就培养讲，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好的代志？因为爸爸妈妈会甲我拍婆啊，因为阿公阿妈会摕糖啊互我，因为叔叔阿姨会讲我好，因为学校的老师会甲我讲你是一个品学兼优，所以我做好的这个动机是为着有奖赏。啊，然后咧，唔敢做歹是因为惊向处罚。所以变做一个情形，就是讲，咱思考看觅，咱有这个情形无？讲，有人在看的时阵，我就紧来捡一下垃圾，要互人看到，我就有我的道德真好，道德标准真好。啊，但是若无人的时阵呢，我就无人看到，我干嘛何必去捡？伊就唔是单纯讲，本来这个笨手我看到，举手之劳我就该做。是为着要互人看到，我做一个好事，我扶老太太过马路，我做一件好事是要为着互人看到，上好阁有新闻记者来甲我采访，安尼我做这个好事，哇，这有价值。啊，无人看到咧，我就何必做，浪费我的气力。啊，倒边来讲，换句话讲，若是无人看见的时阵，无警察的时阵，我就会当无守规矩啊。无人发觉的时阵，我就会当做歹，反正伊就变做一种变做一种混乱，为捡粪扫，为着要人得到娱乐，啊，结果外过头咧，反正四下无人，我垃圾又随便丢，反正没人看到，我就随便丢。伊唔是因为迄个 pure 纯然的迄个感觉讲，这是正确的事，我本来就足欢喜安尼做。圣经嘛咱讲啊，你做好事，你倒手做的，唔通互正手知影。上帝天父上帝伫暗中会报答。当然嘛有人讲啊，你嘛是为着要得到上帝报答，你才去做好事。所以这是真困难，你去反省讲，查验你的内心，我到底做这个好事，甚至对到问到尾啊，讲是毋是为着要互我快乐？因为志工嘛，助人最乐，我为着要我家己心内感觉我家己真好，我家己帮助人，啊是我到底迄个动机是啥物？这是非常无容易的事，但是至少会当互咱看清一寡代志，看清一寡政治人物，看清一寡这个政客，真正政治家我感觉因真的是很会讲谎话。真的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切都是，都是算计，拢是政治的考量，啊，然后他还会合理化自己的谎言，这点上危险。伊做一块代志了讲无法度嘛，我为着我的党我为着我的顶司为着我的总统，我为着我只好替伊讲白贼，我只好替伊保守秘密，所以讲到尾的时阵说谎的最高境界叫做什么？连家己拢骗啦，就是讲我骗到最后，我可以说服我自己做一件坏事，我会当说服我家己做一件歹代志，讲互我较安心的我安心做这个歹代志。那个书就已经讲啊，你讲人就是假境界，骗家己的心啦。安尼这个到这个程度就最严重啊。病入膏肓啊！
连你家己的心，连你上亲密的爱人，连你的厝内的人，拢会当牺牲，拢会当欺骗。哇，这实在真可怕！哦，一个人的心机，哦，无单纯，重到这个程度，哦，这是可怕。所以咱就求主，哦，爱恢复这个真正智慧，叫做 pure， 就是赤子之心。是就讲是，唔是就无，唔是，唔通有迄个诡诈，吼，有迄个奸巧的迄个成分。求主帮助咱，这就是属天的智慧，无共伫世界的智慧。世界智慧就是弯弯翘翘、模棱两可，打太极拳，是又好像不是，反正我拢要得，我就是要得到选票。咱讲紧看第二个就是和平。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伊会所散发的态度是一个平和的，是一个袂黑白安尼大细声，动刀啊，发脾气，起性地反倒转来安那，伊唔呐是家己甲家己会当和平相处。有的人唔知安那性地压起来，伊家己都唔知，我呢有啥那遐尼生气，伊唔知影，伊家己都无和平。伊甲上帝嘛无和平，但是一个有智慧、上帝智慧的人是会当带互人和平，互两个冤家的人和平，互一个团体本来无合意，在冤家、在吵闹、在纷争、在分病的结党的，伊会当变做一个合意，因为有一个和平之子。啊，这个世界的智慧就唔是安尼，世界的智慧就讲你爱卓越，你爱精英，啊，所以你就要安那。你得考100分啊！你得5万，迄个本来考100，伊考99，啊，你就赢伊啊！你就是爱赢你的对手。所以呢，这款的教育、这款的训练、这款的世界的世俗，就会互人安那常常爱甲人相争嘛，爱甲人输赢嘛，爱甲人辩论嘛，常常甲人冤家起冲突嘛，咄咄逼人。使人受伤。所以圣经安怎讲？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啊，你常常拢讲话遮尔兽性暴躁，安尼会惹起大家这个心内的受气。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这是马德德雷莎最有名的一个祈祷。讲安静落来。听你家己的心发出的声音，会带你进入到祈祷。然后你真正祈祷了，祈祷，圣神保卫师用讲袂出来吐气替你祈祷的时阵，你就进入到一个真实的信仰，就是你甲上帝开始沟通啊。你就袂活伫迄个自我自私的世界，拢是我，拢是我，袂你会甲上帝纳入来你的生命中，你会甲上帝、甲主耶稣、甲圣神三位一体上帝邀请来到你的生命中，你会开始对话，你会开始有一个敬畏，讲人算什么？我看上帝所做的天，甲对人算什么？然后咧就会带来什么？就会带来真爱行动。真爱，其中一个就是服务嘛。德蕾莎小女，伊就是去到迄个上，加尔各答上，这个贫困，上送向的迄个所在，去遐服务，无带有条件，无带有这个任何的条件去遐服务。到最后，伊就结出和平的轨迹，所以伊得到诺贝尔什么奖？和平奖，伊是一个真正带互人和平的这个以后有机会咱会当分享迄个圣法兰西斯，使我做和平之子。伫迄个万分的所在、冤家的所在，压着你的疼啊，然后咧，伫迄个受伤的所在，压着迄个饶舌伫迄个冤家的所在来压着和平。这是真有智慧的一个品格，就是拄则第一个是讲到纯洁、清气、pure。第二个是 peace， 互人和平的人。圣经也讲，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要成做上帝的囝。你对别人有疼，你疼上帝、疼人，
你人甲人有合意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和平啊！敢毋是？和平毋是讲无战争就是和平，是真正人甲人彼此有这个连结，有相听。哦，厝内和平毋是讲爸爸妈妈今日就无冤家、无相谅、无相拍，这就叫做和平，毋是。真正和平是每一个人愿意贡献他人，带互别人服务，去牺牲伊家己，然后付出伫这个家庭的中间，切实相爱，美妙和谐的关系，这是真正的和平。和平的人有福气，因要称作上帝囝。时间的关系，咱后礼拜。咱继续期待这个温柔，好参详，无坚持家己，这款拢是一个属天的智慧，这无容易，毋是牧师讲了，咱就头脑明白来去实做。包括牧师我讲，我就讲这足困难的，但是我既然分享，我一定爱照这个方向目标努力来做。真正的智慧，咱做伙来学习这个。智慧的果实，互人会当如沐春风，互咱这个人会当，互人心旷神怡，这敢不是真好吗？这个转来的时阵，发现讲，爸爸，阮家的这个我们有一个温柔的妈妈，有一个体贴的爸爸，有一个温柔的太太，有一个体贴的丈夫，这是一个真美好的事，敢不是？所以最后这个属灵功课就是讲这几项，阮今日先分享这几项：纯洁、和平、温柔，无带着迄个强势、暴力，互人顺服，颠倒是用这个感受别人的感受，关怀别人的需要，来带出迄个好的这个对话，这是咱所欠过的，倒一个。是你真意爱得到的，咱甲上帝求讨，求主帮助咱，学耶稣的款式，主耶稣讲，我的心温柔谦卑，恁着学我，安尼恁就会得到安息。毋是去学这个世界智慧，爱去竞争，爱去拼输赢，我爱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我一定要出头天。我踏着别人的尸体，一步一步安尼直爬悬，毋是，我要去做一个亲像主耶稣温柔谦卑的人，咱做伙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听阮的悲，感谢你赏赐真理活命，互阮有属天的智慧，互阮找着。生命、活命好的品格，主啊，因为你是无嫌人的上帝，你欢喜用你的属天的智慧来赏赐予阮，来替换咱原本阮迄个错误世界价值观，颠倒阮对打开始，阮过来回转，求主你，互阮活出迄个属天。智慧的生命品格，就是纯洁，就是和平，也是主耶稣的温柔。恳求圣神保惠师，用你慈爱善良的光引带阮，互阮每一日拢谦卑甲你相同行。愿咱的祈祷，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来吟回应的诗，就是圣诗288首。疼痛真光大黑暗包围中，华语这条就是慈光导引。疼痛真光大黑暗包围中。求你带我，互梦中起你归真远家乡。求你带我，有一脚步通行去他路途。
情话吧，求你的大开门，来欣赏我，自传经选，无爱受主管限，打着带我情车花，虽有家也要带。 强比春花，永远挂念你看到我就好，阮当带我经过风波，还是心山高，阮当带我革命兴兴，胜过天山山。 只我向后万年，阿门。线顶奉献，咱要奉献的兄弟，甲你奉献起来教会，也是汇款入咱教会的户头。 咱即时来唱奉献歌，只是愿甲你圣殿，简单白白受恩典，虽然我人叫负钱，愿你甘留愿所献。 报告，先来看金句。恁中间老人欠缺智慧，就对迄个白白互正人，也无嫌人的上帝，祈求就要互伊。雅各书1章50。 搁一遍，恁中间若有人欠缺智慧，就对迄个白白互正人，也无嫌人的上帝，祈求就要互伊。雅各书1章50。咱后礼拜担当事工的同工，请家己注意。 咱的周报家己来看，重要的我有几点报告，就是这3级的警戒延到7月26，那教会呢要遵守这个宗教场合的措施来做调整，请。 各单位，你如果要聚会，爱用线顶的聚会。这礼拜7月17，青少年团体暗时7点半有线顶聚会，主题马可福音。每一个单位还是小组有要关怀的，爱用电话还是赖群组。 今仔日下晡1点，要召开7月份的定期中执会，是线顶开会。开会线接有小会的开会。教会二中的停车场7月份开始，搁再延续租1年，每1年的租金。 8万，请兄弟为停车场奉献。第3季的圣工分担表已经印好啊，
而这老需要的到教会来领取，还是对你的小组长摕电子档。7月份的受车的庆生，因为疫情的关系，咱这个礼物呢，等实体礼拜了再来补发。这个月的受车有37人，请咱家己看。咱一个恭喜的代志，就是本会的王婉罗姊妹甲陈永新兄弟，伫7月初2已经完成结婚的登记，而且伫今仔日就是7月10日正式的迎娶啊，求主祝福以上。咱奉献的报告伫第7面，咱家己看，若有错误的，请向财务部长反映。牧师要带咱具体的报告甲代祷。好，咱大声，咱做伙来吟这个生日快乐歌，来祝福咱7月份的受精。好，咱唱一届，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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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份受车不止啊多吼，伫咱这个名单顶悬吼，真侪位哦，这个兄弟姊妹，阮就无意抢名总是咱如果是小组长伫关怀小组内底，咱就会当甲因恭喜祝因生日快乐，祝福因身体健康，智慧拿加甜。咱来看具体的这个消息。万罗结婚的代志，咱真欢喜。教会有赠送这个礼金加圣经，这个新婚的夫妇也要来为着病痛兄弟来祈祷。今年这大家真关心伊，伊住院，伊筛检是阴性，今仔日已经出院，也多谢大家为伊代祷。总是伊即马人非常的。亚线无法度接电话伊听到有人打电话来，伊就无气力接托牧师，甲大家说多谢咱也暂时无打电话去甲伊交了总是咱如果有为伊祈祷你会当传一个赖，传一个简讯来为伊祈祷为通列哥的这个血糖的控制，为着耗时伊要这个接种疫苗，伊是重大伤病有符合，但是爱看医生评估。伊过去捌住伫这个交病房3天，就是这个心脏的部分，求主互伊的心脏愈来愈健康。完倩这个上皇长老先道兄顶礼拜就去到美国来陪这个完倩来准备待产，求主祝福，互伊顺利生产，有平安。议会节家庭。自然去到美国，离安8月中会转来，读国中，拢求主保守因的交通往来。正阳是洪章医师的后生，伊8月份要去到美国读这个商业数据分析研究所，伫这个爱德华州，求主祝福保守伊一路的旅途。这个谢淑玉长老的先生安息主怀，咱也伫祈祷中纪念。第3点是为着咱的欢喜，这个水库超过50%，特别是个曾文水库过去1年半拢唔捌超过遐尼悬。也感谢政府收到疫苗，咱所买的也陆续到位。希望这个普及率愈来愈悬，逐步解封，会当互咱的百姓经济渐渐恢复。也为着咱中间，如果有人需要代祷，特别伫这个毕业生，也是要转换头路的时，请咱无客气，无需知影，无需甲你写伫咱的祈祷簿，特别为你的这个工作，工课，有主的恩赐来发挥，来主引带咱的道路来祈祷。所以邀请咱即时就做伙
伫咱的厝，无论你徛咧，还是旁边坐咧，咱做伙用心灵、同心来祈祷，为着这个需要，咱做伙来感谢、来恳求。主，阮真正需要你。主，阮人何等的微细，主，阮人的性命无定着，亲像云雾一样云雾，若是无注意。若是风一个吹，日头一个拍，草就孤单，花就凋谢。主啊，阮的生命无定着，只有伫主你的手中，才是永远的保障。主啊，恳求你，互阮无失迷。伫世俗偏差的价值观，阮通有迄个智慧，看透万项事，来超找着人生的智慧，就是迄个追求永远的活命，追求上帝国度，追求仁爱、和平、公义。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导行教会每一个兄弟有这种好的信心，互阮知影伫疫情中，阮毋是只有规工秘伫厝，主啊，阮会当用祈祷，用读圣经。用电话、用关心来彼此相听，主啊，恳求你，互阮伫疫情的中间，阮每一天犹原敬虔度日。求主你保守，特别看顾伫这个旅程中，要去到美国，还是转来台湾，伫这个通关，伫这个防疫，也是伫这个注这个预防射的过程中，拢得到主你的保守，有10分的平安，也为着阮的病痛兄弟身体会当得到恢复，元气营养拢会当得到主你属天的美娘来眷顾。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心灵来永壮，阮的灵魂体拢得到兴旺。愿咱的祈祷恳求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这时来吟回应的诗，最后上迎初恳是愿主祝福保护你。咱起立吟全首，愿主祝福保护你，愿上帝眼光偏照你，也愿主你宽待你，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守住你平安。阿门。愿主祝福保护恁，愿上帝阳光遍照恁，常常用慈悲款待恁。愿主耶和华常常看顾恁，特别伫疫情的中间，享受恁平安，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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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祷，圣殿结束了，这仪式。
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忘，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是我永远的依靠，牵出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牵出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是我永远的依靠，牵手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牵手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